咱到个这个受上因这个vedana feeling 33636点มันลักไปพูดกับดิจูกองเก่งใครกองว่าพูดกองดิจูมันใช้โบโอหวันหูอูซ่องกำกะข้อกำกะกระเจียงโบซ่องก็โบข้อกำกะ这里有学生人地主比主们还是有这里三感觉了比主们这里有学生人地主加在无学的欢呼有虾米分别有虾米不相了在比主引分个人是甲时阵学的伊人的意思就是讲伊人无清楚啦伊望会归罪啦了個講比如們在無學嘅歡呼有可嘅感覺時就好大大聲叫拍伊人嘅心肝頭變講去因為伊有身軀嘅感覺甲心嘅感覺甲一個人要簽兩幾多安尼所以在無學嘅歡呼好大大聲叫因為伊人感覺兩款嘅可身軀甲心嘅有可嘅感覺時伊人就無愛可有可嘅感覺時伊人就愛爽嘅感覺做蝦米事呢因為在無學嘅歡呼唔捌別項物件會救伊人除非立見嘅爽所以伊人享受甲立見嘅享受了伊人關了你關係心就調甲伊人無明白感覺嘅原因感覺安怎別無明白感覺會滿意感覺會苦甲離開感覺會樂所以伊人無明白中嘅感覺無爽閣無苦伊人感覺爽嘅時你感覺那個白伊人呢伊人感覺苦嘅時你感覺那個白伊人呢伊人感覺中無爽無苦嘅時你感覺那個白伊人呢所以比如們在無學嘅歡呼學生死無歡喜心激心苦煩惱希望無去幫伊人何苦幫伊人話講但是比如們這裡有學嘅聖人地主有苦嘅感覺時無好無大大聲叫無拍伊嘅心肝頭無變講去伊有一款嘅感覺身軀嘅感覺爾無心嘅感覺那個這個人就簽一支多爾無就簽兩支多所以比如們這個有學嘅聖人地主無好無大大聲叫伊有一款嘅感覺爾身軀嘅感覺無心嘅感覺有苦嘅感覺時伊無講無愛苦有苦嘅感覺時伊無講愛立見嘅爽做蝦米事呢因為這個有學嘅聖人地主佢在別項物件會救伊所以伊無去享受甲立見嘅享受了你關係心無調甲伊明白感覺嘅原因感覺安怎別伊明白感覺會滿意感覺會苦甲離開感覺會樂所以伊明白中嘅感覺無爽閣無苦伊感覺爽嘅時你感覺無白調伊感覺苦嘅時你感覺無白調伊感覺中無爽閣無苦嘅時你感覺也是無白調伊所以比如們這裡有學嘅聖人地主無學生老無歡喜心激心苦煩惱希望無去白伊無何苦白伊個講這裡是蝦米這裡有學嘅聖人地主有分別有無相甲在無學嘅歡呼比如們這裡經不講咱這裡歡呼有三會講三個感覺爽嘅感覺苦嘅感覺甲中嘅感覺無爽閣無苦啦特別這裡歡呼有兩款嘅身軀嘅感覺甲心嘅感覺身軀嘅感覺本是有爽有苦甲有中了心嘅感覺本上基本有爽有苦甲有中嘅感覺啦了因若是有這裡兩款嘅感覺特別咱知佇咱嘅人間這邊咱若是就這裡身軀會苦咱知講伊若講
除非伊真正正力啦，平常时啊，咱会身躯会苦啊，咱在伊一万领会过啦。特别咱的心的感觉啊，是真正艰苦过啦。但是咱的心有一个苦啊，一条甲咱真正久啦，你袂互伊走啊，是真正艰苦。所以对咱啊，这个心的苦啊，苦较厉害啦。啊，咱较济人袂打hand就是咱心的苦啦，是咱的身躯的苦。特别这个有说甲这个圣经的经啊，这个地主啊，若讲若甲有人有听有理较久了啊，你会知讲咱的苦伫倒落来啦，咱的苦倒落来，咱知讲苦是一款的感觉尔。了这个感觉伫倒落来，咱较早有听这个经啊，佢就讲啊，咱的立根啊，咱的精神有这个立根。这个立根的目标啊，咱看到的物件，听到的当到的虾米啊，触到咱啊，了这个感觉浮起来了这个感觉浮起来啊，就是伫外口的这个目标触到咱的立根，甲有这个感觉。所以咱知讲伫这边啊，苦伫这边来啊，咱就爱写字啦，咱就爱知这个外口的物件会互咱苦，所以咱看到是咱听到是虾米的物件啊。人讲对咱无好的话，虾米啊？咱知这个，咱若是无写字会互咱苦，所以咱就爱较小心、较注意啦，莫互伊害到咱，莫互伊吓咱虾米啦。了，这个是这个有恶的圣经地主啦。了，伊知这个苦伫倒落来了啊，伊的心所真正知嘅啦。伊知个了，这个苦是咱家己心浮起来无人害咱。是咱家己，因为咱的五见啊，咱的五见啊，有一个五，咱会感觉一个苦啦。伊讲我，伊骂我，伊讲罪我，伊虾米我，个了是我，如有一个我就是有一个苦。所以咱明白这个了这个圣经地主伊的心所在嘅啦，在嘅了伊无这个心的感觉啦。伊可能会讲，伊可能有这个身躯的感觉啦。所以伊无安尼苦，那个一个凡夫伊心的苦害到伊伫这边啦。比世间的人会讲伊着苦的时伊无明白这苦伫倒落来，了伊要袂记甲这个苦，因为伊要袂记甲这个苦伊爱对世间的物件啦。那个讲有的人也爱这肉身的享受那讲因为那讲一个人真正无钱，那讲有的人做工伫这个树林园虾米你看伊爱啉大啲，爱啉一个大虾米因为伊感觉做人真正苦，伊啉嘅大啲个大真正济啦，所以袂记啦。特别久了个人，伊过了几点钟，伊个有一个时间的苦过来了有的人爱去跋筊，有的人爱去找卖查某有的人爱买车虾米换伊车虾米个了是世间的人是伫对世间的物件。要享受要袂记甲这个苦啦，特别你对个世间的物件伊袂这个永远的伊暂时啦，互你欢喜，互你享受甲第一你个苦对对所以这个有恶的地主伊明白了咱的快乐是咱的苦，甲了就是咱家己做伫咱的心出来，所以咱若是明白佛理咱就心就知了啦，知了咱就无这个心的苦咯所以这个咱听佛理较济咱的心就知了，咱就无这个心的苦会讲有干身躯的苦尔特别世间的人也爱对这世间的物件伊看咱若讲咱明白佛理的哪会放下世间的物件，伊是向咱讲啦，特别咱看伊是讲人也爱对世间的物件，甲了袂正互伊欢喜的。